一開始第11章咧，你要指出啦，究竟個問題係邊個，根源係邊度嚟？咁啊喺第9、第10章咁啊講到上帝已經喺第8章指出咗整個聖殿嘅混亂啦。第9章咧就講到上帝嘅審判會嚟到啦。10章咧就講到咧耶和華嘅榮耀咧離開咗呢個聖殿。咁嚟到11章嘅時候咧，上帝要將個最重要根源講俾呢啲人聽，點解呢一個刑罰會咁厲害？點解上帝要去審判佢哋咧？咁個根源喺邊度咧？咁原來去到根源嘅地方就係第2所講啦，10章1節所講啦，並將我舉起帶到又話面向東的東門。咁呢個東門係咩地方嚟㗎？點解？埃及。阿拉伯。係啦，去埃及係要逃亡嘅地方啊！點解要去到嗰個地方啊？因為嗰啲敵人喺北面落嚟。係啊，仲有咧，或者但係點解上帝要將西面帶到去東門？咁而喺東門裏面有25個人喎，有25人，我哋講過都有25個人啊，70個長老嚇，有25個人。喺呢一個第8章嘅時候，都有25個人背向耶和華嘅殿，咁啊亦都係有25個人。呢度呢25個人做乜嘢啊？呢25個人包括嘢咧，包括咗2個首領喎，民間首領喎，亞撒利亞同埋比亞拿嘅比拉提喎，有2個人喺度乜嘢咧？呢個首領企喺度定手做乜嘢？跟之前有冇提過㗎？好似冇提過，可能係呢個有誤會嘅。嗰個誤會喺邊度咧？就係第1節嗰個亞撒利亞咧，喺呢個第8章嘅時候咧，第8章出現過，第8章第11節，第8章11節，或者咧在一上前有而家第7個長老站立，沙巴子亞撒利亞也站在其中，另佢又有亞撒利亞喎，個流失個老豆嗱喺拜登嘅沙班祭司嚟嘅，係咩啊？數嘅意思啦，所以係2個同名嘅人，係同家族嘅人。咁呢2個係好明顯，亦都係民間首領，唔係祭司嚟喎，唔係政府人員嚟嘅喎。呢2個首領做乜嘢？企喺個門嗰度做乜嘢咧？圖謀罪孽啊嘛！佢圖謀罪孽係啊，佢企喺度做乜嘢啊？保護人，守住啲人俾人走佬啊！唔俾人走佬啊！點解啊？東門啲人要走佬，其實東門就係佢哋要走佬去埃及嘅地方啊嘛。咁走晒算啊，冇人啊嘛。呢2個人守住喺呢個東門嗰度，啲人冇走，仲唔單止唔走，仲叫乜嘢啊？仲講句説話第3節，他們説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一定是魔嘅侮辱。咩叫蓋房屋的時候未到啊？尚未臨到臨近啊！這成魔力仲係講乜嘢啊？如果要了解第3節嗰個説話咧，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咧，我哋睇一經文係喺耶利米書第29章第4到第7節，29章就係耶利米書29章4到第7節。經上説，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對一切被擄去嘅，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嘅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極大嘅蓋造房屋住在其中喎，栽種田地園其中所產生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娶妻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裏生養眾多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得平安。好啦，蓋房即係咩意思啊？呢個就等於你攞到 BNO 啊！居啦。定居唔係定居，你居咗去外地啦。佢哋而家被擄啊！被擄嘅時候就要乜嘢？好似我喺呢度咧，我BNO都好關心特你有冇買屋定係租屋啊？有個被竇先得啊嘛，有個眼鏡遮頭先啊嘛。嗰個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嘅講嘅生就講開房時候尚未來到，冇咁快同預聯合嘅。我哋唔需要俾人俘虜到嗰度，去到巴比倫之後咧，我哋唔使諗起屋，要起屋嘅時間仲未到，因為佢哋喺耶路撒冷係安居樂㗎嘛。點解要走啊？就因為逃避上帝嘅懲罰啊嘛。就因為咧，上帝透過巴比倫咧，將我哋俘虜巴比倫啊嘛。去到巴比倫啊，佢要去開始去起屋㗎咯喎，唔係要揾個地方㗎喎。咁2個領袖就話：無非㗎，冇事。我哋呢個城冇堅固嘅，我哋嘅城係波，我哋係肉，嗰個肉嘅波裏面咧，個玻璃冇啲肉嘅。但其實呢個例子錯咗嘅，係啊，你真肉擺喺個玻璃做咩啊？即係食嗰個檔。呢個食㗎，係炒啊！呢個係錯誤嘅例子嚟嘅，係嘛？但佢就話：佢好事，你唔需要㗎。我城係波嚟㗎，我哋係用嚟嘅，呢個城會保護我哋㗎。咁即係話呢2個民間嘅領袖好特別啊！佢哋要守喺嗰度啊，守住俾人走，然後去講一啲嘅謊話，講一啲咧去吸引叫人留翻喺度嘅意思。但其實呢2個人名又好有豐富。首先就係呢個亞撒利亞喺希伯來嘅原文嘅意思係咩啊？上帝聽祈禱，上帝聽祈禱。而家係咪上帝聽祈禱啊？呢兩三聽祈禱唔知冇奇啊！就算有奇蹟，祈咗2次禱啦，上帝有冇聽啊？都冇聽。相反嘅就係佢哋更加冇向上帝用自己嘅心意去帶領佢哋嘅百姓。仲有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仲有另一個人啊，比拉提。比拉提呢個仲得意，比拉提個名原來嘅意思係乜嘢啊？上帝拯救。但係呢個比拉提嘅結果係乜嘢啊？你睇到13節正説預言嘅時候，呢比拉提，上帝個講嘅預言我要懲罰你。咁
都講句話都未講完啫，又話唔係拯救，又話係審判。大家覺得呢兩個人咁好誠意啊，但係結果又好相反喎，好矛盾喎。大家咩諗法啊？唔係好似啲人咧陀住帶住啲十字架鏈啊，揸住個十字架咧唔能夠辟邪咁咯。咁你個名叫做聽禱告啊，上帝的拯救，冇意思㗎，根本就係冇人嘅實質嘅生命。所以頭先啊，你陀住十字架喎，想做咩啫？一來裝飾，二來想向人表示你係基督徒啫嘛。但係如果你個真正嘅生命、真正行為都唔係基督徒，就係學係做嘢啫。當你嘅生命係唔係有十字架，你又陀住十字架嘅時候，其實反過嚟你係陀十字架。就好似兩個人，佢有好個名，上帝聽祈禱啊，上帝係拯救啊，但係佢冇把持呢一個嘅佢個名嘅來源，就將人民咧帶到去即係一個咁壞嘅地步啊！喺呢個第一章嘅第4，人子啊，因此你當攻擊他，要將個原話俾佢聽。就呢個所謂攻擊，即係話咧，要話俾佢聽，佢哋嘅錯誤喺邊度嚟。其實個意唔係要整死佢哋啊，希望佢聽到呢番説話嘅時候，就認真佢係悔改啊。不過人嘅心係好難改變嘅，所以咧《以西結書》第11章咧有一段嘅經文係好有意思嘅，第19到21節咧，但係可以講咧係《以西結書》裏邊咧好多牧師人咧都會講呢段經文，都會咧鼓勵弟兄姊妹咧要有一個肉心，有一個合適嘅心，唔好有石心。要掌握上帝俾你嘅肉心。喺我哋要再上帝講。咁但係無論呢個兩個民間嘅領袖，佢哋係乜嘢？係石心。以西結同佢哋講咗咁多個月，佢有冇聽到咧？如果有聽嘅話，悔改就唔會有以後發生嘅事。但好可惜冇發生。當耶和華嘅靈眼放喺佢身上，佢就對我説：你當説話主的家，你求所說的，心裏所想的，我都知道。上帝咁婆媽嘅，講得婆媽做咩咧？嗬？啲人婆媽，所以成日咪督出。啲人婆媽，而家婆媽變成婆媽。佢即刻拆啊嘛，就係咪督出嚟？係嘛？所以真係我唔講冇人，我諗嘅嘢我自己諗啫，冇人。好多人咧即係好似鴕鳥一樣，聖靈要話俾透過消息啫，上帝要審判嘅唔係即係審判你嘅行為，其實上帝要審判嘅係你嘅思想。上帝所知嘅唔係單係你嘅外，更加上帝知嘅係你嘅內心。所以我哋好多隱藏喺內心嘅嘢，唔好隨上帝知啊！如果上帝知你嘅外表，知個內心，呢個就唔係上帝嚟㗎啦，因為上帝無所不知㗎嘛。你更加清楚佢聽，上帝知你嘅外表，知你嘅內心，你所講嘅説話，你心裏所想嘅説話，上帝都知道。咁甚至咧，究竟呢班嘅人係咪好人咧？佢能夠做得領袖，呢兩個人兄亞撒利亞同埋比拉提，做領袖會有一定嘅份量。民眾當嘅眼中裏邊一定有一定嘅地位，都唔人聽個説話。但係個説話背後佢係做乜嘢咧？就係自己嘅私利啊！你真係為著大眾咧？上帝嘅審判就係佢嘅問題就係所講嘅説話將人民帶一個咧錯誤嘅道路上。於是咧有就所講呢，在這城中殺人爭貨，其實人充滿街頭。於之後話説：你們殺在城裏人就是肉，這城就是禍，你們卻要從其中被帶出去。所以上帝糾正翻其實唔係啊，你係侮辱緊呢啲百姓，你係欺負啲百姓，啲百姓係個波，係你被你利用，所以上帝要將你帶出去，要重新嘅懲罰你哋。你怕咩咧？你怕刀劍，我就必使刀劍臨到你哋。這時候決定，你驚戰爭，你驚你怕死，上帝要你面臨呢個死亡。我必從這城中帶出你們去，交在外邦人嘅手裏，且要在你們中間施行審判。呢度講出嗰個上帝嘅心意啊，情嘅心意，但係死亡係會被擄嘅信息開始出嚟啦，被擄到外邦人手中。咁甚至咧呢一個審判咧唔係去到外邦，其實喺耶路撒冷城咧開始咗呢一個審判。這城必不在你哋嘅窩，你們也不在其中嘅肉，我必在以色列境界審判你。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因為你們沒有遵行我嘅律例，也沒有順從我嘅典章，就推動你們四圍連我嘅惡計。大家有冇讀過咧？即係留心咧，我睇呢10章經文，第一章經文裏邊咧，出現咧你們就知道我是話。呢個説話有點睇法啊？有咩諗法啊？點解上帝成日三番四不斷咁樣？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猶太人唔知道有耶和華咩？佢哋知唔知有耶和華㗎？耶和華佢家族嘅神喎。嗱，我有咗點解上帝咁婆媽偏要講？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係咪當時有好多假先知出嚟講，即係講啲即係上帝個頒布嘅嘢相反，所以佢就用一再強調咧，而家我所做嘅咧就係你哋所祖先啊信賴嘅耶和華咁咧。從成句睇啦，就12節我哋成句去睇啊，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因為你們沒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沒有順從我的典章，不隨從你們四圍列國惡規。喺度咁講，即係話耶和華有法規喺度㗎，佢哋知㗎。嗱，正如我哋好熟悉嘅第十誡，佢知咗10誡，佢知唔知10誡耶和華所頒布㗎？冇使啊！係啊，咁點解卻隨從你們四圍列國惡規咧？發生咩事咧？混雜咗啊嘛，即係佢哋嘅族人，所以跟晒啲外邦人嘅
規條同埋偶像咯。佢個死罪就係拜偶像啊嘛。咩原因會令佢哋咁嘅咧？因為佢同其他族嘅通婚。除咗通婚咧，冇通婚嘅點啊？冇嫁人冇娶妻嗰啲點啊？佢哋會唔會將個樂規咧當係耶和華講出嚟咁樣嚟引導嗰啲人民行錯晒咧？即係虛偽啊！你一定有個朵噶嘛？咁佢哋有嗰以色列人係信耶和華噶嘛？咪用將外國列國嘅樂規當係耶和華講出嚟嘅，咁你哋要聽啦，咁你哋咪服從我咯。仲有冇可能？仲係可能有咩原因？佢哋並唔知道有耶和華有個法規㗎，冇遵行到啫喎，佢唔係喎，係咪啊？佢唔肯順從，唔肯遵從啫喎，唔係冇喎，有喎。然後佢揀咗其他異教嗰啲嘅法規去喎，點解咧？因為嗰啲佢覺得好咯，即係如果神嘅法規，可能佢覺得咧，哇好難行啊，佢覺得做唔到嘅。其他國嗰啲咧個法規，嗰啲啊，令到佢好順心啊，覺得，佢就係選擇性咯，呢個正嘅，呢個你覺得有着數啊，咁咪我拜呢個神咯。我覺得啲人民咧已經將啲典章咧撈亂晒，唔知邊啲典章係耶和華嘅，邊啲典章係列國嘅。今次講清楚，呢個典章係耶和華嘅典章，唔係列國嘅典章。一方面咧，佢覺得守耶和華個律法係唔容易信心啊，唔方便啊，壓力大啊，規矩多啊，限制大啊，揀都要揀一個自己信心啲㗎啦。方啲啦，容啲啦，心安理得啲啦，過關嗰啲法規去做啦，冇分黑白啦，可以走去灰嗰度都冇問題啦。最近我同一班教務同工去討論緊，今日喺崇拜裏邊，我見到有好多人撐崇拜戴帽，知唔知應該戴帽嘅？崇拜當中應該戴帽嘅。唔應該喎。點解啊？戴中咪戴咯。點解啊？唔尊重咯。喺英國嘅禮教裏邊咧，喺室內咧係除帽，喺英國嘅禮儀當中，室內除帽嘅喎。女士可以唔使。女士就可以唔使，即係啲頭飾就唔使啊。男士除帽嘅喎，但係點解今日要除帽？嗱，我哋真係今日嗱到凍啊嘛，靠啲冷氣啲暖氣手咪凍啊嘛。有啲人戴帽係咩啊？我頭髮唔好睇，要戴住㗎嘛。咁好啦，而家就引起個好大嘅議題啊。咁你去到教會應唔應該戴點揀啊？規定咯。代表尊敬係應該唔戴帽喎，你喺室內你冇理由話室內喎，你冇理由話凍唔除帽嘅喎。你話室外都仲可以有個藉口啊！大佬翻晒大北風點頂啊咁啊！咁你話笠翻頂帽啫，喺室內冇理由翻大北風係嘛？但係你要表示敬意，呢個係一種尊敬嘅態度，都要除頂帽喎。再講呢個真係冇定論嘅呢個 ，OK 冇定論嘅，意見係啱，其他人嘅意見都唔能夠否定喎，真係好似我教會咁樣，又真係唔夠暖氣喎，但係話凍冇凍嘅喎，就算即係唔太多風啫。但係凍啊嘛，好似我冇乜頭髮咁凍噶嘛，係咪啊？算啦，當然我就會除帽嘅，我唔好啊。咁但係即係都體諒一啲細有啲老人家係要戴帽嘅喎。嗱好啦，就出現咗第十，呢啲係生常嘅。但係出到一啲真係一啲嘅情況出嚟嘅時候，人就有個選擇。所以點解以色列人咧，佢哋有個除咗摩西律法之外咧，佢哋有個陀拉嘅法典啊。陀拉法典係咩嚟㗎？陀拉法典就係喺西奈嘅法用人嘅傳統演繹出嚟一個口傳嘅律法咯。就加咗好多人覺得，即係我覺得耶穌嘅門徒喺街嗰度洗手食飯，俾人哋 challenge 係嘛？律法講要洗手食飯㗎嘛？佢呢個律法係咩啊？係摩拉律法，唔係西奈律法。西奈律法冇分嘅呢樣嘢。人嘅律法，遵行神嘅律法，冇按照話即係你有12字嗰句説話，你唔論指到我，究竟上帝個規矩係原則喺邊度嚟？你都可以點講？有時真係信耶穌咧，我哋壓力到嘅，嗰條嘅線啊係好高嘅，個門檻係高嘅。上帝對我哋嘅要求係多嘅，係高嘅，唔係咁輕易嘅。所以信耶穌係要付代價嘅。咁跟住13節啦，釋經書言嘅時候，比亞嘅意思咧，比拉提就死了，使我封在地大的。主就話你要將剩下的人跟我。上帝清除咗即刻喺佢講嘅時候咧呢個比拉提就死咗。正如我所講，審判都未開就已經即係執行緊律法啦，執行緊上帝嘅法旨啦。咁喺呢個時候，以西結點啊？即刻祈禱啦，知道上帝呢個審判嚟啦，執行巴西嘅時間嚟啦。點啊？係咪要殺晒所有嘅以色列人啊？咁上帝呢個時候點啊？有冇聽佢？有我話，所以回應翻啊，西結嘅第14節、第10節。都回應啊？回應乜嘢？都回應乜嘢？話其實就係反而叫翻所有嘅人咧遠離耶和華啊！叫佢遠離耶和華，唔係叫佢先翻耶和華嘅咩？諗到成句説話，又話今日臨到我説臨到西結咧話，人子啊，有神啊，居民佢哋弟兄，呢個本族，呢個親屬，呢啲全家，就算對大眾説，你們遠離耶和華，一定只給我哋。
定？邊啲人對邊啲人講啊？嗰啲領袖啊，對啲平民講。冇領袖兩個字喎。耶路撒冷的居民，即係個對民居民啊。耶路撒冷嘅人對所有以色列人講，其12支派嘅以色列人講，你哋遠離耶和華，一定給我們業績。知唔知啊？上帝應許保守住耶路撒冷，上帝侵害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嘅居民仍然喺翻被維持翻耶路撒冷居住，唔會有其他嘅支派嚟侵到進入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當時又話：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遷移到列國中，將他們分散在列邦中，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地方集作他們的聖所。耶和華會保守耶路撒冷，解耶路撒冷係聖殿嘅所在，上帝嘅所意思係上帝所在嘅地方。上帝會都係猶大族㗎，因為耶路撒冷係猶大啊嘛。係猶大嘅，係啊，係王國嘅地方，唔會上帝。但係所有以色列人會被擄去到巴比倫，被擄巴比倫之後咧，你哋點啊？穩穩陣陣喺巴比倫生活啦，喺嗰度繼續設立聖所啦，喺嗰度繼續敬拜上帝啦。咁佢哋點解唔會走啊？上帝要佢哋放低將民族嘅合意嘅方法，就係佢哋成日就覺得，如果遠離耶和華嘅耶路撒冷嘅話咧，你都會受詛。好似今日你去耶路撒冷就發覺到啊，耶路撒冷嘅城牆周圍最大最分別啊，知唔知啊？墳場啊，墓碑啊，點解咁多墓碑啊？因為咧，相信彌賽亞降臨嘅時候，降臨耶路撒冷啊嘛。當彌賽亞降臨嘅時候，最先復活嘅啲人啊，就喺耶路撒冷嘅人最先同上帝見到，見到啦。佢有呢個嘅誤解喺度嚟咁樣。阿上帝話唔係啊，唔好有呢種迷信喺度，有呢個可能，但唔係一個迷信。所以你仍然繼續要保持翻對上帝嘅敬拜。如果你真係對上帝咁信靠嘅時候，你要去保持翻，就算喺咩環境當中你被擄都好，你都點啊？在細路書度講，我係在他們所到嘅地方站作他們的聖所。你仍然繼續翻你嘅虔誠啦，對翻你對上帝嘅信心啦。你當時主又話：我必同萬民中招聚你，喺嗰種聚集定鬥爭，要將都唔必到那裏從其中聚一切可憎可厭之物。上帝即係話呢度似乎亦都係預示緊佢哋一方面會被擄，但係另一方面都會點啊？上帝會將佢帶翻轉頭，但係有呢兩個重要嘅條件：第一，保持翻你嘅純潔，保持翻你對上帝嘅忠誠，而保持翻聖所嗰種嘅敬拜。另一方面，佢係可憎之物，唔好再拜偶像啦。當佢離開啦，嗰件事，當佢哋離開耶路撒冷嘅時候，呢個原係當佢離開耶路撒冷嘅時候，就好似上面我所講過，佢哋被埃及嘅迦南地、巴比倫嗰啲嘅教所影響，嘅偶像崇拜所影響。當佢哋離開耶路撒冷嘅時候，佢會唔會帶住啲偶像走啊？會啊！所以上帝就透過意識提醒佢哋。我哋都認識到呢一次嘅懲罰係來自上帝，咁樣你要走翻去正軌，就算被擄到外邦，上帝自己刑罰，你仍然要保持翻你應該有嘅，你要唔好再同偶像有任何嘅關係，促呢種嘅關係，呢個對嗰啲被擄嘅人，將要離開耶路撒冷嘅人呢個警告啊！同兩個嘅就好唔同嘅講法啦。嗰兩個領袖叫你嘛，留喺度啦，上帝去保護啊，唔好走啊，唔好走啊！我琴日去睇翻90年代嘅時候，當呢個居英權出嚟嘅時候，好多人就移民去嚟英國啊嘛。咁啊，個有啲人希望好多人留翻喺香港啦，唔好走啦，就好似一樣啦。但係喺上帝個心㗎，佢哋被擄，佢哋離開嘅係被人嘅，呢個你嘅懲罰應該有嘅。但係上帝俾翻一個後路咩啊？保持翻你嘅聖，保持翻你對上帝嘅敬拜，偶像關係。然後上帝做乜嘢啊？點樣做到達到呢個效果啊？第19節所講啦，佢要使他們有合一嘅心，又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以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當我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於那些心中隨從我憎可厭的，我必須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上。呢係至於話説的，上帝做乜嘢？上帝要照你合一嘅心。呢啲嘅預言有冇實現過？大家覺得19到21節，大家覺得有冇實現過啊？被擄歸回，其實嗰陣時係咪真係已經係實現喎？70年之後，然後佢哋咪俾翻去重建聖殿㗎嘛？即係由所羅巴伯帶領，同埋應該有喎。嗱，我而家咧就 share 緊一張圖片俾大家睇，大家預備一下睇睇。咁呢個圖片咧就係講緊咧呢個被擄嘅時間，被擄歸回同重建嘅時間表。嗱，呢個嘅被擄歸回咧就會睇到，即係3次嘅被擄。首先係喺但以理，就係主前606年嘅第一次被擄。第二次咧就係以西結呢次啦。呢一次咧就係597年被擄嘅時間。第三次咧586年3次嘅被擄嘅時間。喺呢啲嘅時間裏邊，以色列被擄咧，但係後來點啊？喺哈該同撒迦利亞嘅時咧，喺主前36年咧，就由呢個嘅所羅巴伯、斯拉等等咧，帶領佢哋翻嘅耶路撒冷啊！嗱，如果我哋睇翻呢個斯拉記同埋尼希米記咧，佢又睇到當時候嘅人咧，非常嘅合一路喎，城牆記得尼希米記嗰個建城牆啊，周圍嘅地方好清楚啊，相隔幾耐啊？西記597啦，第一次歸回
三個係相隔幾耐時間啊59年， ？59年嘅時間，係啦，好明顯地有成50幾年嘅時間，嗱，上帝將佢帶翻嚟啊！上帝將個合一嘅靈咧，就好似呢個第19節所講，我要他們有合一嘅心，我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呢個就係咧係所羅巴伯伊拉嘅時期所實現咗嘅呢對呢個實現啊！有幾十年嘅，有成8年嘅時間，佢哋咧重新咁恢復翻嚟。因為知道以斯拉嘅時候咧，以斯拉係做咩啊？佢主要責任重轉律法，因為佢本神律法書啊嘛。對以斯拉咧就對所有嘅民眾咧喺佢哋面前係重管呢個律法書啊。呢度所講嘅咧就係希望佢哋咧唔好再心懷要一邊嘅敬奉拜上帝，唔好一邊敬拜上帝，一邊去敬偶像，要重整佢哋生命嘅裏面啊。最重要咧唔係只係外表嘅行為，只係合嘅心簡單。仲有乜嘢啊？要有新嘅靈放喺個心裏，呢個新嘅靈就俾大家。我哋睇一睇第36章。以西結書36章，但後邊咧有呢一段咧，主有個更新更好嘅應用。第36章26節，一直到第3節，我係賜給他們，我也要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就從你們啲肉體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章。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地，你們要當我的子民，對作神。救你們脫離一切污穢，必命谷豐登，不使你們遭遇饑荒。我必使木多結果，地多出神土產，你們不再因饑荒受外邦人的譏嘲。那時你們追上你們惡行和你們作為，就因你們的罪孽和可憎的忌好能。呢個新靈嘅意思係乜嘢？新嘅開始。仲有咧？新嘅靈就係代替咗嗰個石心咯。所以仲有咧？如果我哋將呢個新嘅靈同第27節對比一比較，將我啲靈放在你們，上帝賜個新嘅靈放喺你們裏邊，即係咩靈啊？順從佢律例，緊守佢嘅典章嘅靈咯。係啦，一個即係上帝嘅靈，從新約嘅角度講，一個將聖靈放喺我哋嘅心裏，願意去順服落嚟，咩聖靈嘅底下，按照上帝嗰個分行，即係上帝所要我哋行嘅，要做上帝要我哋所做嘅。新嘅靈點解咧？因為喺呢段日子裏邊，佢哋放棄咗上帝，離棄咗上帝，要點啊？佢重新去重整翻佢內在嘅思維，重整翻佢裏邊咧聖靈內住嘅嗰個生活啊，都係成熟嘅唔係對上帝麻木嘅，能夠回應嘅，個心係柔軟嘅，能夠回應得上帝嘅。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嘅新嚟嘅意啊。當特別喺19節度講到我要同你肉體共對叫石心，以給你肉心，係我哋嘅心，我哋心係肉㗎啦，係咪啊？其實想指啲乜嘢咧？石心係講我哋嘅環境啊，講緊我哋固執啊，講緊我哋嘅唔肯悔改啊。肉心係乜嘢？係有感性嘅，係啦，有上帝嘅靈來同上帝個順服，同上帝有配合嘅。石心又啊？石心係乜嘢啊？肉心係能夠同上帝配合嘅，係柔軟嘅，係咪係有感？石心好明顯地啦，好環境啦，係固執啦，唔聽話啦，好個石咁啦，作極都唔開啦。肉心又唔同啦，有感情嘅，係柔軟嘅，係聽話嘅，係順服嘅，呢個就係肉心。呢個就係以色列人過去咁樣，回想翻我哋嘅信仰嘅過程。我哋有冇咁嘅階段啊？我哋有冇一段時間係石心嘅時間咁？我哋係肉心時間嘅咧？有冇咧？有嘅，人畢竟都係人，邊有咁聽話咁蠢？唔係喎，衛蘭你好聽話喎，你好乖喎。乖嘛，你我對照皮嗰個真係，我而家係啊，你好乖啊！我見到你嗰時你個人好惡㗎，即係講你打你。我而家唔惡，我反而係而家你唔惡啊，而家好順服啊，成日嘅神我都唔知點解啊！我而家唔想惡咁啊！以前未出國喺中國做生意嗰陣，哇！佢哋叮之話佢要廢股。係啊，所以而家你有肉心咧，冇石心咯。哇！佢一頂你，你一頂翻轉頭啊！你個石頭好硬㗎，知唔知啊？今日神咯，我而家都唔知點解冇興習嘅，都唔覺得。即係以前習咗人好似好興奮，而家唔係冇興趣。哇！弟兄姊妹真係啦，阿慧蘭係一個石心重心嘅最好例子話俾你聽嘅，真係好感恩啊！我即係我牧會咁耐咧，喺呢間教會咁耐咧，我睇到阿慧蘭個進步咧係好感恩嘅。就唔係嗰啲父啊！哎呀，你唔好讚我咯，我其實太人，我唔係一個完全人，我係對人。咁啊，點最好啦，咁啊好噶啦啊！即係啲每啲個係石心同心嘅分別嘅地方。上帝好希望以色列人個改變，但係好可惜嘅弟兄姊妹。我睇到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我睇到上帝對以色列好有恩，上帝對以色列人仍然好大嘅期望啊！我哋翻去睇愛10章聖經，仲係咁可愛咩？真係，一啲都唔可愛。上帝要嘅能力隨時可以斬晒佢啦，重新再嚟過得唔得啊？上帝從零開始得唔得啊？唔好咁辛苦啦，好攰嘅。我睇到上帝好，但我睇到上帝又冇喎。上帝然將19到21對
咁大嘅期望喎，即係點會上帝對你有期望？上帝對你都有期望，上帝期望我哋嘅人生發展翻重生，上帝都期望我哋能夠接受翻佢嘅真理，唔好再用固執，唔好再用惡心。不過仍然上帝喺咁慈愛底下，然有佢公義喺度，睇唔睇到你21節喺慈愛底下有警告，個警告咩啊？諸那在心中隨從可憎可惡，我必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頭上。我覺得係真係19、20節係上帝好慈愛嘅話嚟嘅，帶着期望以色列嘅人去改，帶着期望去挽回生嘅希望佢哋挽回生。但係上帝似乎就知道，所以上帝警告佢哋啊，小心啲啊！如果繼續去隨從嗰啲舊像去拜假神嘅話，仍然有報應㗎，唔好扮嘢啊！但係無論如何，上帝慈愛，但上帝講過嘅事點做啊？22、23，自己度拔箭開始放，輪子在他們旁邊，在他們以上有神的榮耀，有啲榮耀從城上升，停在城嘅那座山上。上帝離開耶路撒冷，審判就要開始啦。當個地方冇咗上帝嘅時候，就有上帝嘅審判。邊個地方冇上帝，邊個地方就會受上帝嗰種嘅刑罰。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直的靈將我帶到迦勒底地，到彼得人那裏。我所嘅異象就離我而去。嗱，上邊所有所講過嘅都係喺異象當中未係實現㗎，未實現㗎。即係講俾呢一個嘅以西結聽㗎咋？即係叫咩啊？離開呢個異象，返回現實嗰度做乜嘢？做翻佢應該要做嘅工作。做咩工作？就係將異象第7章、第8章到而家呢一度嘅嗰啲所有嘅信息，要講俾以色列人聽啊！點解啊？因為佢哋都唔覺得有再被擄嘅可能啊！佢仍然聽緊呢一個嘅亞撒利亞同埋基拉提喺呢個第3節所講啊，過往嘅時候再被臨近一定復活，佢認信呢樣嘢，仍然係聽緊呢兩個領袖嘅帶領。上帝咁慈愛啦，人聽唔聽啊？做乜你搖頭啊 Daddy？ 因為佢25節咧，其實就回應翻佢嗰個19節。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邊，我都成日都諗點樣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邊咧？呢個好難做，上帝已經出晒力㗎啦，已經。係啊，出晒力㗎啦，所以唔好將乜嘢都夾，唔可以將賴晒俾上帝。上帝出晒力㗎，但係上帝尊重我哋咩啊？上帝尊重我哋嘅自由，上帝盡咗力，你人點揀咧？由你咯，由你自己做，你邊個去做，邊個就承擔你嘅自己嘅責任啦，承擔後來嘅後果啦。上帝呢度將嗰個過程講晒㗎，祝福嘅我講晒，走咗結果講晒㗎啦。但係我哋感謝神唔係一個咧獨裁者，神唔係話佢講嘅時候要，就你一定要咁樣行。今日我哋為人，我哋點樣選擇？我哋點樣回應上帝嘅慈愛？新嘅靈就係你跟隨上帝嘅説話，以後思想上面有改變，內在個人生有改變，價值觀去改變，跟隨翻上帝嘅原則，跟隨翻聖經嘅原則，呢個就係新嘅靈。但係好可惜，今日我哋睇唔到好多。我每呢排我成日都睇翻下啲歷史嘅啲電視劇，睇到好多忠臣啊，但係睇嗰啲劇就好好唏噓，係得個忠臣嚟到鬥，但係旁邊10幾20個係奸臣，忠臣真係好，貪官就好多喎，清官真係得兩個喎，哇鬥到死啊！但係嗰啲嘅對白你又睇到，即係貪官係無理嘅喎，佢唔係話貪好嘅喎，人又貪，人就係咁，人知唔知道信耶穌係好啊？但係冇信耶穌。以前我喺教會裏邊，我哋教會咧有間我哋喺香港嘅教會嘅，咁我其中當時我有其中一個職務對象就係啲佛教主任家長，咁我都探嗰個主任家長，你探嘅時候咧，咁啊，其中個家長好有意思啊，點解你會俾你個仔女咧？啲信耶穌嘅咧派神咁犀利，點解俾呢個仔女哋我哋基督教學校上堂啊、讀書啊？基督教好多道理好多，咁就傾起傾啊，所以點解咧好大改變啊？啲排有啲改變咗我識嗰時啦，咁我問佢，咁你學校咧之後教佢咧祈禱食飯嘅喎，有冇祈禱㗎？好多時啊！有個衰女有嘅，咁一祈禱我發佢咯，祈咩禱啊？祈禱發啦，咁就對佢以後祈禱啊，祈禱咯。人係知道耶穌好嘅，所以將啲仔女帶嚟我哋嘅教會嘅讀書，佢做人冇理好啫，但係就唔肯跟隨咧屬靈嘅原則，冇意嘅。信耶穌唔係只係做人好啊，信耶穌仲有我哋咧好多屬靈嘅屬靈嘅執著，我哋需要有嘅。OK 啦，咩咁想有咩問題？其實我哋可以做到只係25節嘅啫喎，都説給被擄的人聽嘅啫喎。喂，咁你做唔到你就死火嘅喎。但係好似聽嗰啲人唔聽嘅喎，嗰啲人唔聽嘅喎，唔理嘅喎。咁又未必嘅，即係我就覺得又唔係咁悲觀嘅，即係但係即係我所講，聽嘅人有幾多咧？18個人咯。係咯，即係我睇啲 view 數就知啦。一睇啲 view 數就知有幾多人聽啦，已經真係好少人聽。有啲人好多藉口唔聽，我同好多人講咗，個個都有好多藉口話唔聽。係咪啊？係。分享少少，就係頭先溫牧師講到就係話，其實神可唔可以成個以色列民族毀咗，再重新興起個新民族？
其實係真係用過要調教翻以色列人，即係令我諗起好似起樓一樣，即係可能你炸咗間屋重新起過好過，即係要慢慢翻身，即係有物質嘅話，咁但係睇到神嘅慈愛同埋仁愛容忍佢哋咯，即係愛包容佢哋咯。咁另外就係、其實調翻轉，有啲慚愧啊，同阿喂相反，幾時有石心，幾時有肉心？我覺得我係啱啱初信主嘅時候就會有肉心咯，越老咗老油條嘅基督徒就可能會變咗石心咯，同埋可能會聽得多就話啊，我都信咗主咁我應該係會得救噶啦，一定係神所喜悅噶啦。咁但係呢一樣嘢代表係咯，咁所以都求神提醒自己要，即係好似有個心靈咁，要有一個遵行神嘅心同埋一個悔罪嘅心，因為就真係個心會石化咯，原來。如果睇翻經文嘅時候，佢都講，真係喺舊約聖經睇聖經嘅時候，你諗下，講緊針對嘅以色列民族，佢哋幾知道有耶和華嘅咧？至少一樣嘢喺呢個巴拉罕嘅時候，佢已經知道㗎啦。就算阿巴拉罕知唔知道，摩西時代已經知道啦，有西奈之約啊嘛。摩西嘅時間，我唔推到咁前啊，巴拉罕，我淨係摩西到而家都好成千年嘅歷史㗎咯喎。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一見到係老油條嚟㗎啦，已經係。雖然阿信又係老油，但係點解呢個係少數變嘅咧？佢講緊聖經好多説話咧，唔係對新信主嘅朋友講嘅。聖經好多嘅説話係對嗰啲基督徒講嘅。我3、4節都講啦，仲係去審判嘅時候，你諗下，佢審判係嗰啲領袖嚟喎。第8章嘅時候審判嗰啲領袖，第9章有審判就都講，如果擺喺今日嘅教會，我係靠個領袖啊。牧師啊，係咯，審判牧師，做咗咁多神學信耶穌咁耐，至少都冇連牧師會犯錯啊。係啊，回想翻成個過程裏邊，即係能夠侍奉主去咁耐，到今日，我自己發現神學畢業到今日，佢侍奉主到而家，即係犯咗好多嘅錯誤。有時候可能呢個時候係我嘅人生嚟，點樣能夠喺上帝面前我保持翻個肉心，保持翻個心靈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功課嚟嘅，好大係一個好需要時常警惕嘅。OK，有冇其他分享或者問題？好啦，願意我哋我哋都大家呢個石，就唔好有個石心啊，真係警惕，唔好進入嗰個石心嘅內，就保持一個心靈上有一個肉心。如果肉心嘅特色就好似以前所講，遵從上帝嘅律例，遵行上帝嘅典章，作為上帝。呢個就係嗰個心靈心嘅最具體嘅表現係咁樣樣，好嘛？好，我哋就結束。好多謝你一個半夜咁環境嘅，你冇一手就除掉嘅，相反你用慈愛去等待佢哋嘅歸，等待佢哋生命裏邊嗰度。因為睇到呢個環境的確係有出現過，但係時間唔長，人多。呢個求你俾呢段歷史都提醒我哋，今日作為你嘅子民，我哋都需要呢個咁嘅心靈，需要呢個肉心，提醒我哋唔好讓我哋信仰耐咗，我哋認識多咗，相反我哋更加固執，更加頑強，讓我哋更加能夠順服上帝嘅話語，順服上帝嘅教導，謙卑落嚟，讓上帝去管理我哋嘅生命，好好將我哋嘅律例典章，係咁樣嚟到管理我哋生命結構。